Enjoy Boy 啊，非人之道，享受非人生活。第5集，希望我可以係更新題材嘅時候，可以係每一集之間做少少串聯，好似今集咁。講翻今集嘅主題先，今集嘅主題係咖啡豆嘅豐收同失收，你點睇？仲有好多人成日掛喺嘴邊嗰一句，我想飲翻以前嗰個味啊！呢集個主題同我哋第11集講咖啡豆烘焙嘅主題有非常直接關係噶，大家又可以期待下。Drama, my favorite. 我哋每一年呢都會根據香港咖啡豆直銷商提供嘅 sample 豆或者推介嘅當造嘅咖啡豆嚟入貨。每年大概入2至3款左右，加埋上年2款左右嘅陳年豆，總存嘅應該款式大概有4至5款口味左右。至於點解唔入多幾款啊？個人原因有3個。第一，儲存問題，我哋喺第2集嘅咖啡豆保存期限問題都有提及到嘅。第二，錢問題，買得多滯銷點算？ You're goddamn right. 要知道好多人都係貪新鮮嘅。第三，其實每一款豆最基本都有淺、中、深3種烘焙嘅玩法，與其玩得多，不如玩得精。但係每年都會有啲朋友仔話，我想飲翻上年嗰隻味。其實呢個要求好合理嘅，因為上年嗰隻味如果唔好飲嘅話，今年佢就唔會想同我買啦。Where's that smell? There it is. 但係同一個產地，其實每年都會出現豐收或者失收、戰亂等等唔同嘅情況，隨之就係供應量減少同埋日價嘅問題，呢個都係自然問題，不可逆轉嘅因素。呢樣嘢喺用家嘅角度嚟講，一般都唔多會考慮嘅。咁通常呢種情況，大嘅咖啡豆商家都會儲存咗多啲咖啡豆，咁同口味嘅咖啡豆就可以持續咁供應啦，或者供應嘅時間長啲。對於我哋呢種咖啡豆會年年清乾淨嘅人嚟講，我就會選擇飲新鮮、飲當造。個道理就好似我哋食生果咁，如果你中意食荔枝啊，有1年唔當造，我都會選擇少食噶。點解啊？因為又唔香又唔甜，又貴啲，咁又何苦呢？ So delicious. 題外話都要講，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而家食緊嘅生果，除咗有日本直飛過嚟嘅當造靚生果之外，加埋中國大陸同埋其他地方唔同產地嘅，差唔多1年4季都可以食到同一款生果。舉個例，好似士多啤梨咁，我冇諗過夏天都可以食到士多啤梨噶。Grandpa, I don't understand. 有一個大陸商家，佢知道我好中意食生果，佢就苦口婆心咁勸我講食少啲。咁我梗問佢點解啦？因為我覺得食生果健康幾好啊。佢當時答我，因為咧落咗好多催熟劑。我主人當時後生唔明，依家開始有啲明佢當初點解咁講。諗翻起呢個人，佢當時有一個動作，就係買起咗幾座山，起屋、種菜、種生果、放養龍雞鴨鵝，醒魚塘養魚。我主人當初以為佢係打算退休用嚟歸隱用，最後佢點解要咁做？我哋都留翻個空間俾大家諗下。隔咗咁耐，我都唔係好記得清楚。吓？You kidding me？講翻咖啡豆，佢嘅天然優勢係一種比較天然嘅農作物。唔同品種嘅咖啡豆等級嘅劃分，其中一個通常用嘅方法就係以海拔同埋咖啡嘅品種去區分。一啲比較容易喺海拔低嘅地方生長、粗生啲嘅，價錢會平啲，蟲害風險相對會多啲。
普遍以 Robusta 羅布斯塔咖啡為多。咁相反，生長喺海拔比較高嘅地方，除咗海拔仲分稀有品種，咖啡樹會堅強啲，蟲害會少啲。通常選擇喺海拔較高去栽種嘅品種，都係想避免蟲害，同埋減低使用農藥嘅可能性，保持咖啡呢種特別農作物嘅天然性。呢個係我個人中意咖啡豆嘅其中一個最大嘅主要原因，吸引我深入了解佢嘅原因。海拔高啲嘅代表主要以 Arabica 阿拉比卡咖啡同 Typica 鐵比卡為主。我哋嘗試一下以常識嘅角度去理解海拔同埋咖啡豆嘅關係，唔好單純咁去認為海拔高，咖啡豆就一定係好啲。呢個道理，大自然嘅農作物係面對困難嘅生長環境，去適應同埋生存落嚟嘅方法，就係儲存足夠嘅養分去面對大自然突如其來嘅考驗。咖啡豆亦一樣，喺海拔高、生長條件困難嘅地方，可以結出嘅果實，普遍質量亦都相對會提高，就係呢個道理啊。Yes, science。無論海拔低定係海拔高，都要面對降雨量嘅影響。降雨量都會直接影響收成同埋咖啡豆出品嘅質量。喺跟進呢啲當地農家嘅消息，我又係非常之欣賞香港投資咖啡發展嘅咖啡豆商，佢哋個網頁不斷咁更新呢啲資料，令我知道佢背後做嘅嘢付出係幾大。但係通常呢方面嘅資料都冇乜人會睇，亦都係少人欣賞佢哋嘅地方。希望多啲有人欣賞佢哋啦，因為通常做埋呢啲無聊嘢嘅人都係最蠢同埋冇人欣賞嘅。Foolish, stupid，哎呀，好識唱歌，堅冇嚟大字。降雨量係非常影響咖啡豆嘅失收定豐收嘅主要因素。其次就係蟲害、極端乾旱同埋傷害，當然仲有溫室效應造成嘅全球氣候暖化。其實我對咖啡嘅風味都有要求嘅，但係我亦都會考慮到首選一個因素，就係農作物嘅當造。我個人更加傾向於選擇呢個自然之道，因為萬物存在一定有佢自己嘅道理，而農作物當造亦都有佢一定嘅道理。上天可以送俾大地嘅禮物，亦都可以帶來災害。據我所知，本地嘅豆商，佢哋每年選擇引進嘅咖啡豆，都要試過、評估過，唔容易滯銷，而且係當造同埋價錢適宜嘅產品去入貨。支持佢哋等於支持佢哋嘅辛勞，亦都等於遵循大自然嘅規律。咁當然，你有大把錢嘅，可以去追求當年失收而且日價嘅咖啡豆。其實喺香港呢個條件，就算同鄰近嘅同台灣比，香港都係唔適宜儲存太多咖啡豆。天氣啦、租金啦，呢啲條件喺香港都係冇得比較。當造豆係更加切合呢個地方嘅經濟效益，呢個係我覺得喺香港應該要有嘅非人之道。我樂在其中，享受呢個道理。我哋個人主觀所求嘅係順應自然，飲當造，同好多人追求嘅係健康、大自然，意義都好相近。We did it! We did it! It looks amazing! Look at that! 賣下第11集嘅廣告先。其實風味除咗以上嘅產區會有獨特嘅記認之外，其實烘焙嘅時候控制咖啡焦糖化嘅階段，好大程度可以呈現唔同嘅咖啡嘅風味。以肯亞品種嘅咖啡豆為實例，如果烘焙成品係淺至中度嘅烘焙嘅咖啡豆，風味表現大多數都呈現突出嘅梅子同水果嘅酸味同花香味。
如果成品為深皮度嘅咖啡豆，大多數會呈現焦糖、蜂蜜同埋甘苦味，當然都會有好隱隱約約嘅花香味啦。我哋主觀嘅揀咖啡豆嘅心得，通常都集中火力，選擇幾款係中度烘焙、風味表現明顯同埋特別嘅咖啡豆，即係手沖表現比較好嘅咖啡豆。如果有朋友中意 nutty 風味嘅話，咪盡量嘗試用烘焙手法去調整呈現嘅風味咯。我哋覺得咁樣，即使買咗一大包咖啡豆返嚟，有咁多變化，都會覺得抵啲，囤貨風險又低啲。咁個好處當然係一來可以減少購置太多唔同咖啡豆喺香港所帶嚟嘅儲存隱憂，二來可以每年都保持買 lock 新咖啡豆，可以 keep 住飲新鮮飲當造。對烘焙有興趣嘅朋友仔，可以我哋遲啲一齊研究下點樣炒出個未來呢。下一集我哋會講下咖啡同茶係好朋友仔咩？即係飲完又飲，接龍咁交替飲，會唔會有咩大問題？如果大家覺得我哋講嘅題材都唔錯，夠誠懇嘅，咁你就千祈唔好留手啦 ，click 下、like 下、subscribe 下，然後撳一下鐘仔啦。多謝大家嘅支持，我哋下集再見。Do it. Do it. Do it. 市面咖啡店用嘅咖啡豆幾乎全部都係入口嘅，但其實本地都有咖啡豆出產㗎。以往私人農場種植嘅比較多，港大就因為推動荔枝窩復耕，於是引入種埋咖啡樹。上年年尾終於有收成，啱啱就造就咗第一批咖啡豆出嚟。我第一次飲荔枝窩嘅咖啡，我就覺得，咦，同我去出邊嗌嘅幾十蚊杯嗰啲精品咖啡，我覺得差唔多喎，都會比較朱古力會比較味重啲，同埋會比較 nutty 少少。到底一杯咖啡係點樣煉成嘅呢？港大就喺荔枝窩種咗大概700棵嘅咖啡樹，當果實成熟變成深紅色，就要人手逐粒揀再摘落嚟，跟住就會再篩選、剝皮、曬豆等等嘅後製工序，剝埋羊皮成為生豆，就可以拎去烘焙，咁就成為我哋日常見到嘅咖啡豆啦。我諗一開始好多人潑冷水嘅，香港可以種咖啡嘅咩？香港種嘅咖啡會好嘅咩？咁樣樣，其實咧種咖啡就唔係好難一件事嚟嘅，因為香港事實上都喺咖啡個種植帶裏邊嘅。唯一一個我諗真係解決唔到嘅問題咧，就係香港咧冇一啲好高山嘅地方，大部分嘅地方都係啲低海拔嘅地方。我哋最高個山其實比起真正嘅咖啡產區講緊個高地都係算低地嚟嘅。咁所以咧就可能我哋會憂心喺我個品質上邊未必能夠去到最 top 嗰個 level， 但係近年咧其實興起咗一啲叫精品咖啡啦。咁我哋又發覺諗底下去種咖啡，而做到個咖啡嘅品質可以去到精品級，所以咧我哋就係荔枝窩就開始試咁樣嘅模式去種植咖啡啦。咁啊早期就最主要嘅品種來源就係嘉道理農場嚟嘅，後來咧我哋而家都增添咗一啲波旁啊、Typica 啊、Caturra 啊，甚至巴拿馬啊、Geisha 啊呢一類型比較特別啲市場上會大家熟悉啲嘅品種都引入咗入嚟。舊年年尾，荔枝窩有70棵咖啡樹進入收成期，收到大概50公斤嘅咖啡果，出產6至8公斤嘅咖啡生豆，組成大概300包嘅咖啡掛耳包，仲有咖啡豆係荔枝窩嘅咖啡店入邊限量供應。成個計劃咖啡作為一部分咧，我哋裏邊最核心嗰個宗旨就係講緊一啲叫做城鄉共生嘅概念，喺啲鄉村度種植咖啡。其實嗰件事都係聯繫翻一啲城市人咧，去翻一啲鄉村嘅地方，多啲人能夠參與喺食物生產裏邊。即係食物生產，我唔係一定要去超市買，我唔係一定要喺外地買咁多食物嘅。原來有一啲食物我哋可以喺本地生產。我最希望 expect 嘅就係多啲人玩啦。咁玩就除咗種之外，其實係咪後製啊，或者個咖啡文化點樣推廣啊咁樣，都提過一開始好多人潑冷水嘅，但係你發覺一做咗出嚟之後，咦，大家感覺到個風味原來有喺樹嘅時候咧，其實對呢樣嘢重燃咗一啲希望，亦都有個期望嘅，都可以香港豆再種得再好啲啦，個風味再好啲啦，大家係真真正正除咗感情分之外咧，係真真正正俾佢個品質啊，俾佢個味道吸引咯。第一批嘅咖啡豆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但隨住咖啡豆生產技術會越嚟越成熟，相信今年有更多嘅產量，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啊！